而家社會真係各行各業都內捐，稍為鬆一鬆就會俾時代列車甩低。邊個諗到本來靠平價出圈嘅兩餸飯都俾捐入咗呢條深水菜度？原本性價比係兩餸飯嘅賣點，但當所有人一齊捐性價比嘅時候，性價比就只係入場券，唔再係護身符。最近喺香港打工仔圈子好有人氣嘅評價，兩餸飯品牌龍百尾就上演咗一場好令人唏噓嘅速生速死。佢銅鑼灣怡和街嗰間分店，由當初高調接手謝瑞麟珠寶鋪位，到而家黯然貼出結業告示，前後竟然唔夠1年時間，真係唔講得。在香港呢個寸土寸金嘅地方，連被稱為打工人福音嘅兩餸飯都要面對咁殘酷嘅洗牌，平靚正都敵不過22萬蚊月租。據講呢間結業嘅店位於核心地段，地下連閣樓合共約1300尺。龍百尾走人之後，業主而家開價22萬蚊重新放租，光係租金壓力已經好大。咁睇都明白點解呢間店死得咁快。銅鑼灣怡和街嗰個原本係謝瑞麟珠寶嘅鋪位，經營咗30幾年，買金蓮同翡翠，結果高價珠寶走咗，平價飯盒都撐唔住。計下數，月租22萬，一份兩餸飯買40蚊計，一個月光交租就要買夠5500份，即係一日要買接近200份，先至勉強 cover 到租，仲未計人工、食材、水電同埋損耗，一日買200幾份，聽落唔難。但龍百尾喺銅鑼灣商圈附近早已有好多老牌兩餸飯，例如權發小廚之類，累積咗一大班熟客，客源不斷被分薄。面對同類競爭，想靠平價得圍，而家愈嚟愈難。高租金加激烈競爭，龍百尾嘅經營壓力可想而知。一日要搵買超過200份，絕對唔係易事。可以講，品牌明顯高估咗而家餐飲市場要維持呢個流水量嘅難度。其實龍百尾當初敢接呢個盤，有咁大野心都唔奇怪。佢由2023年尖沙咀第一間店開始，之後陸續開到油麻地，靠親民價錢同豐富菜式，好快就捲到一班上班族同街坊。龍百尾主打平價兩餸飯、家常小菜同每日特價套餐，店入面有40幾款家常菜，上海紅燒肉、麻辣水煮牛肉、糖醋小排、南乳炆豬手，多到眼花繚亂。大部分只買18至28蚊，仲經常有超值套餐，一菜一飯一湯只需20蚊，米飯5蚊一份，仲可以免費添。靠住平靚正，龍百尾成為好多打工仔嘅首選。正因為喺九龍油尖旺區玩得咁成功，先俾佢咁大信心。於是雄心勃勃想殺入港島核心區，搶銅鑼灣呢塊風水寶地。問題就係步子邁得太大，管理能力追唔上野心。品牌冇好好諗過單店盈利模型，只覺得平價就係最大競爭力。網民話佢手伸太長，其實都算客氣。應該講，龍百尾係用茶餐廳嘅租金成本去刨兩餸飯嘅平價模型，喺商業邏輯上根本係一場注定蝕本嘅豪賭。性價比喺高租金面前簡直毫無還擊之力。內捐之下，兩餸飯店進入洗牌期。兩餸飯呢個類別喺香港存在好耐，但呢幾年越嚟越旺，背後就係大家追求更高性價比。因為兩餸飯就係香港版盒飯，快餐嚟㗎，價錢平，大眾都食得起，被譽為窮人恩物。據報道，而家香港兩餸飯店估計有約700間，如果連燒味店、茶餐廳、酒樓、超市、熟食區同快餐店都計埋，全港可以買到兩餸飯嘅地方應該早已超過1000間。呢股兩餸飯風不單吹遍香港大街小巷，仲重塑咗呢個品類。以前只係屬於基層嘅窮人恩物，而家俾市場重新定義。早期兩餸飯真係平到離譜，兩餸一般38蚊以內，三餸唔超過50蚊，主打一個夠平。但而家各路資本同跨界玩家湧入，喺呢個品類各顯神通，將平民餐食玩出凡爾賽 feel。例如買麵包嘅聖安娜餅屋都轉型做兩餸飯，推出韓式自選便當，平時68蚊，
優惠後50蚊。大型連鎖酒樓稻香更誇張，推出豪華兩餸飯，98蚊兩款即蒸海鮮套餐，加15蚊白飯，一份買到113蚊。連高檔超市都嚟湊熱鬧，紅酒牛尾、黑醋豚肉68蚊起，加10蚊仲可以換鮮蝦椰菜花飯，主打健康輕車。中環仲有西餐廳參考港式兩餸飯，推出慢煮叉燒、泰式牛面肉、香草烤雞等西式便當，但就算咁貴都有人買單，可見而家消費分層，冇統一價格，只有精準定位，一邊係捐到地板價嘅窮鬼套餐，一邊係上百蚊嘅中產精緻便當。兩餸飯唔單止價格內捐，連價值都開始捐，以前食得飽就得，而家要食得好，食得有質素，呢樣都睇得出香港兩餸飯店有幾捐。但喺呢場競爭入面，最大受益者一定係我哋消費者，兜裏得20蚊都可以食飽，有100蚊就食得更好。商家打得越犀利，我哋餐桌就越豐富。只係兩餸飯逆勢擴張嘅同時，都唔可以忽視食品安全。4月，香港兩餸飯排隊王權發小處就因為食品衛生風波被推上風口浪尖，事因係肉製品擺放不當，被同層商戶投訴，話佢工廠長期將大批凍肉亂堆喺電梯口同公共走廊，血水滲漏，臭氣熏天。事件爆出後，老闆娘公開道歉，話食物本身冇問題，之後會加強管理。食環署都即刻介入調查，最後話食物冇安全問題，但口碑一損就難保。權發小處最近人流明顯減少，之前晚市排長龍嘅場面，而家好難見到。老闆娘又出嚟喊冤，但消費者係用腳投票嘅，食品行業信任一旦崩塌，就好難翻身。呢件事件都俾咗好多商家一個警醒，就算只係環境管理疏忽，都可能短時間內重創生意。對兩餸飯商家嚟講，做到性價比之餘，千祈唔好將食品安全踩喺腳下。消費者或者會為慳幾蚊妥協口味，但絕對唔會喺食品安全上讓步。一旦信任冇咗，就算以前嘅排隊王都可能變得無人問津。因為喺打工人眼中，兩餸飯唔單止係果腹美食，更係每日入口嘅保障。過去幾年兩餸飯爆火，吸引好多玩家入局，而家市場趨向飽和，競爭越嚟越激烈，有龍百尾嘅畜生畜死，到權發小處嘅衛生風波，都一再證明潮水退去，先知邊個係裸泳。想喺呢場競爭中生存落嚟，真正考驗嘅係品牌定位、菜品質素、食品安全、經營能力同埋成本控制。無論買18蚊定180蚊嘅飯，最後都要反到最樸素嘅商業本質。菜好唔好食，乾唔乾正，賺唔賺到錢，你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討論啦！